零下30度，喺10個香港咁大嘅浮冰上面跑一次北極馬拉松，喺極寒嘅環境之下劇烈運動，會瞬間消耗大量體力，缺氧有可能令到血管收縮、變脆同破裂。呢個時候，唯一嘅支持只有超越常人嘅鬥志。康宏金融集團20週年呈獻極地狂奔，6月3號起，星期1至5晚10點半，燃燒熱血。喺灼熱50度之下，挑戰最恐怖嘅沙漠馬拉松。面對高溫，負責降溫嘅器官都會超負荷，沙塵暴會引起呼吸困難，脫水量以公斤計，意識會開始模糊。呢個時候，唯一嘅支持只有超越常人嘅鬥志。康宏金融集團20週年呈獻極地狂奔，6月3號起，星期1至5晚10點半，燃燒熱血。